后来就是这个郭台铭宣布不爱选总统的同一时间，前副总统卢秀莲嘛来宣布了，将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登记选总统，而且来发起着联署。今仔日嘛是中选会申请总统联署登记的最后一天，早起新党的杨世光就早100万的保证金完成登记。大100万的现金代表新党出战2020总统杨世光，也有副手陈丽玲在新党青年军的陪同前往中选会。100万可能可以救人，可是我们想拿100万来救国。虽然早就宣布参选，不过以选择中选会申请总统联署登记最后一天才完成登记，而且强调也能花政策。那我们这次选举的唯一主张就是台湾要维持现状，1国2制将是台湾最好的选择。1国2制，唯一选择，唯一选择。除了杨世光，前副总统卢秀莲在同一时间，甲喜乐岛联名的核心成员共同召开记者会，宣布登记加做独立参选人。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惊喜，是几个月的挣扎，几个月的长期思考，但是做成决定，实在是昨天的事情。副手真算是南投县前县长彭碧显，算是要做为打造和平中立的台湾4.0。参选消息嘛引发正大讨论。虽然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表声明，无要参选2020总统，但是这场选举呢，依然是真有看头。